非凡哥啊，下個月尾我想請幾日假。你話請又請啊？乜啲賊會同你一齊放假嘅咩？到時有人犯案，揾邊個拉啊？冇阿傾。唔係啊，非凡哥，我報咗名參加都市巨星啊，贏咗冠軍咧，有隻價值8401嘅勞力士手錶一隻噶嘛，到時我話唔得就係唔得，你睇下你個衰樣啊！你贏到嘅話，我梁非凡3個字倒轉寫。邊個話佢贏唔到噶？我九姑娘話佢得，佢就一定得。如果你唔批佢放假嘅，即係同我過唔去；同我過唔去，即係同 A1 中文電台3萬門生過唔去。呢個後果你擔唔擔得起啊？由 A1 中文電台主辦，星島日報、星週刊、加拿大都市報、加拿大都市網、事事如意生活網站貼辦 Rolex Boutique at La Défense 大衛錶行之都市巨星2011，現已接受報名，請即上網到 douche.ca 或到各星島辦事處索取報名表格。查詢熱線416-531-6882，內線3085，截止日期11月25號。